首先係去基礎設置，跟住再按圖文回覆，再按新增圖文自定義回覆。關鍵詞同埋標題可以用同一個名稱。簡介係唔需要填寫，而文章分類類別就揀返我哋之前所整嘅分類。而封面圖片地址就上載返你呢一個文章嘅圖片。繼續落喺圖文詳細頁內容入邊，就可以輸入你呢一個文章嘅內容，以及上載圖片。去返本地上傳，再撳預覽，揀返你所需嘅圖片，再撳上載。當你完成文章之後，撳保存。若果你想睇返你啱啱剛才所上傳嘅文章，請按預覽。